22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呢日舉行開幕典禮，香港動畫電影《世外》成為影展開幕電影，張繼聰、謝安琪、柯偉林、蔡曉彤、鐘雪瑩、楊雅文等一齊出席首映禮。之前去咗台灣為呢部動畫配音嘅阿聰同阿 K 就話呢次出 trip 都有帶埋女女一齊去，阿女仲夾公仔夾得好開心添啊！今次喺台灣成日都最緊要係問幾時可以夾公仔啊！迷失咗啊，簡直係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因為即係香港夾公仔係貴好多㗎，即係台灣夾公仔相對係平啲咯。即係你奉獻到咁上下咧，個鉗會實啲㗎，即係實有一下係即係係啊，會做俾你㗎。你去到有一個價錢咧，係個鉗會有力㗎，突然間。即係平時喺香港玩就有嗰種披頭散髮，似喺澳門出翻嚟啊！即係行去海邊，唉呀點會咁啊！咁但係佢就喺台灣就好開心咯，咁所以都嗰次嘅過程好開心咯。阿聰同阿 K 嘅女女不嬲都好有跳舞天分，絕對有潛質加入娛樂圈啊！阿聰都話會預備好銀彈，全力支持阿女喎。即係可能我會使啲錢，即係置裝啊，嗰啲都要啦，湯水啊，跟住可能我唔排除啊，而家講明啊，會買啲水軍啊，即係喂係咁啦，即係間公司做唔做啲一件事。我係唔會接受到啲人，即係我聽過嗰啲説話，我唔想我女聽，係我會買水軍幾多錢？你哋而家收開幾多錢？話俾我聽，收開幾多錢？我請你第日。而家寫衰我嗰啲，寫衰冇咁樣幫我，即係而家個女就諗定先。而家收錢做 hater 嗰啲啊 ，DM 我收開幾多？我 hold 住先，10年之後我請你。你太大呷醋。咁我老婆已經係身經百戰啊嘛，同埋我嘅 OK，我哋呢啲位已經係過晒㗎啦，你話我都冇嘢㗎啦。但係小朋友出道係可能頭1-2年我要射住先，即係射少。因為我開始老花啦嘛，即係你留言嗰啲文字咧，我真係冇。同埋我哋已經開始，我已經開始過咗嗰個潮流咧，啲後生死啊串我嗰啲太新啲詞咧，我睇唔明，唔知開始睇唔明。講到郭富城第3個女女終於出世，阿聰都話好戥成成開心，仲大讚 B 女真係好靚女啊！我有 message 啊，成成啊，係啊，成成啊 ，thank you 咁樣，我都好戥佢開心啊，係啊，同埋都我睇到相啊，係嘛，即係真係有遺傳好靚，一出世去啲輪廓係好靚，係啊好靚。眼又大。係啊，所以好戥佢開心咯，係啊，希望佢哋一家人開開心心啦，小朋友快高長大啦。